弟兄姊妹平安，我係沈牧師，又到一年一度嘅書展，介紹一本書俾大家，叫做《同行堅持與青少年邁步信仰路》。咁呢本書咧係一位美國嘅作者叫做德魯希爾寫嘅。咁咧呢本書非常之好啊！咁我特別咧想推薦俾真係有心做青少年工作噶啦，仲有一個群體好重要嘅就係父母啊。因為呢本書咧本身咧佢就係針對住青少年事奉嘅群體啦，同埋咧父母咧去寫嘅。咁佢內容咧除咗分得比較詳細啦，有4部，每部咧分咗幾章之外咧，仲有咧佢每一個內容咧都有非常之好嘅見證故事啦、經文啦，仲有針對住父母同青少年人嘅一啲嘅思考問題同埋禱告。我相信咧，我哋真係做或者願意做青少年工作嘅弟兄姊妹都覺得好困難。咁但係呢本書咧，唔單止透過古仔去鼓勵到我哋啦，亦都安慰到我哋，而且咧仲好實用，可以作為一個群體嘅支援嘅查經啦，同埋佢背後咧有一啲嘅附錄咧，都俾咗我哋一啲好合適嘅錦囊妙計嘅。咁所以咧，誠意推薦俾願意堅持與青少年人邁步信仰路嘅每一位。